来看教师法第4档正修正哦，其中为了要加速处理无适任的老师，教育部是新增加真侪规定。也毋过有教师团体就批评讲，新法实施以来，加速处理无适任教师的目的无达成，颠倒是增加真侪困扰。学校就亲像法院的办案哦，一寡申诉甲冲突是处理未完。 双手打着夜报，其实脚头嘛受伤。桃园一个高中老师和学生啊攻击，拢是伤痕。桃园市教师会表示，最近就接到4、5件通报，有老师和学生啊暴力对待。下早理事长陈俊如伫记者会顶头指出，教师法修法了后，颠倒对学校佮老师带来更较重的负担。我们是希望教育现场暴力零容忍，学校也穷尽了所有的办法。 他也是请家长带回去管教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管教他的小孩，所以小孩就直接又丢校门口。教师法2019年6月大来修正，为着要处理无适任的教师，不过专教总指出，新法上路以来，若无加紧处理无适任的教师，对教育现场所造成真侪困扰。校园事件多，增加学校处理时间，甚至出现胡乱控诉的案例，学校真困扰。 学校不堪其扰。教师法修法之后，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很多的一个行政事端，甚至没有办法去解决现场的一个纷扰，然后造成很多的一个困扰。全教总对教育部提出3大建议，包括修法不应该为个案来修法，要有整体思维，学校要先为教师的后盾。 提供支持系统，嘛认为要落实亲师合作，和家长负起管教的责任。对此，教育部也无回应。记者林志文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